港人來台灣居然睡大街。提起朝聖之路，大家第一時間都會諗起歐洲。咁我哋附近呢？呢個就係我最終揾到嘅路。第一次跟着進香，第一次被海放，第一次通宵走到通宵，第一次瞓街，第一次搭累了請上車，第一次徒步跨越大甲溪橋，繼續瞓街。第一次被人從清水載到彰化，下午再被載到西螺，最後狼狽的在西螺媽祖太平廟前睡覺。但我知道他不會介意。我哋凌晨5點開始行，足足用咗12個鐘抵達北港。最誇張嘅係同行70幾歲，絲毫冇甩隊。嗰時已經超咗白沙屯媽好多，冇咩人，冇咩補給站，亦都冇結緣複食，安安靜靜咁走，安安靜靜咁感受，每一步都由信仰支撐住。早早出門回到派出所迎媽祖，參與掛香儀式，讀書文、登轎、起駕。支架的3進3出，也代表去程的終結。沿途或聽或見被眷顧嘅神蹟瞬間，但最打動我嘅一句就好普通：我哋唔喺媽祖身邊，但媽祖一直喺我哋身邊。各位同我結伴由西螺徒步到北港嘅香丁腳如是說。如果你有一樣嘅感受，或者話明年都想結伴體驗，留言話我知，帶你哋走入不一樣嘅台灣。